Kelly to find out welcome back。大家好，欢迎回到一周的视频工作室。在上一期的视频里，我们更深层的了解了毛利玉以及毛利玉所蕴含的 mana。也感谢大家在视频发出后跟我分享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宝物。也有许多朋友私信留言问我，除了毛利玉，在毛利文化中有哪些很重要的宝物呢？那么这期视频我就带大家来一起了解一下，在毛利文化中还有哪些珍贵的宝物。大家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开始吧。首先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 Purnam 毛利玉，赠与和得到 Purnam 都是一种 spiritual connection 灵魂链接的体现。除了毛利玉做的挂件，还有一种就是毛利玉做的武器，它的名字叫 Mele， 它用作武器，但是它不仅仅是武器，它还代表着智慧、领导力与权威。一位部族首领会在重要的场合手握 Mele， 不是为了战斗，而是为了传承 mana。 很多 Mele 都会有自己的名字，他们会一代代的传下去，所以很多家族的 Mele 都会有上百年的历史。与 Mele 相对应的就是比较长的毛利武器，名字叫 Toyaha， 它有点像中国武术中所用的枪，也是毛利战士使用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武器。它通常由很坚硬的红木 Rako 制作而成，而它的前端通常会有精美而复杂的雕刻。讲完了这两件毛利武器，下一件我想介绍的 Tonga 就是 Korowai。Korowai 是一种美丽的由亚麻和羽毛编织的毛利特色的披风，它大概长这个样子。如果你在新西兰生活，很有可能你会在毕业典礼、婚礼以及各种重大仪式上看见身披 Korowai 的毛利人。但是身穿 Korowai 并不是所谓的时髦或穿搭，而是一种传统。它象征着地位与尊重，也是祖先庇佑的象征。每一根羽毛都有它的含义，而在 Korowai 的上端会有编织的图案，是 Taniko 的部分，讲述了不同的故事，蕴含着不同的信息。有些 Korowai 会代代相传，所以穿上 Korowai 的人不仅仅是在人群中被尊重、被看见，更代表着被祝福。下一件我想介绍的叫会，也就是葫芦。会在毛利文化中是一件非常古老的宝物，它可以作为盛水或食物的容器，或者做成乐器，用来吹奏。毛利艺术家会在上面雕刻图案，进行艺术创作。接下来我想介绍的叫 Kete。Kete 就是篮子的意思。通常来讲， Kete 是由新西兰的当地植物 Harakeke 编织而成，一般都是手工制作的。大家不要小瞧这个小小的袋子，它看似普通，但是却有很深远的文化含义。在毛利传统中， Kete 是由家族的女性口口相传、传授编织而成，也象征了储存知识、食物与故事的容器。最后一个我想给大家介绍的宝物叫 Purtatara， 这是一件非常酷的毛利宝物，它是一个可以吹响的海螺号角。它通常由大海螺和经过精心雕刻的木头组合而成，声音低沉悠远。在毛利文化中，一些重要的仪式开始前会吹响 Purtatara， 就有点像集结号一样。那声音是告诉人们以及祖先，我们的仪式就要开始了，请祖先见证。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啦，我们下期见。Kakiteano。